膊頭呢個重擔我 feel 到，但係我覺得香港人獅子山嘅精神呢，就係壓力越大，我哋嘅動力越大。俾到我話俾我聽，我要為我哋嘅業界、我哋嘅會計界、我哋嘅香港做嘢。我心 Thank you。我哋咁多位係咪一定會支持我哋2號陳雲毅啊嘛？我哋會支持2號陳雲毅。2號陳雲毅，投佢神聖嘅一票。大家支持2號陳雲毅。9月4號出嚟投票，投俾2號陳雲毅。多謝大家，多謝。多謝。多謝大家支持2號陳雲毅。支持啊！2號陳雲毅，投佢神聖嘅一票。支持陳雲毅2號，投佢1票。必勝好話2號必勝，係會越戰越勇，越戰越強。繼續努力，加油！ Number 2 again. One big hand, one last hand. Thank you. Number 2, yay! 浪費1分1秒，我繼續會揸緊我嘅時間，一票一票咁樣賣翻嚟，一票一票咁樣投翻嚟。多謝大家。Thank you。再次提大家，今個星期日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9月4號，請支持會計界2號陳雲毅。